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子宫头癌的疫苗到底有问题啊无呢？3年前，一个高中的女学生，就是做这个子宫头癌的预防射了后，1礼拜后身躯开始来痛痛，尾也发现是幼年型的类风湿关节炎。当时向卫福部申请受害的救济去互驳回，卫福部讲这甲疫苗无关系。问题是类似的案例到即卖已经有6例了。家长是真不满，出面来控诉，讲查囝注射了后，参行路都有困难。敢讲所有的受害者，拢是因为本来就有病。只要是早上起床那一刹那，身体好像被钉在床上一样，是不能动的。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，每天都想要自杀。唔愿搁掂掂，因为甲因查某囝爬来共款，有注 HPV 子宫头癌疫苗了后，出现身体关节痛痛的囡仔，唔是一个。到第10天左右呢，他就突然发现他膝盖酸痛，甚至到不能走路。他的身体呢，其实比气象局还要准，变天之前他就会发作。那有时候一早就是痛到下不了床。人本来好好雄雄，无法度行，事先唔知副作用出现伫眼前，偏偏2016年被啦注射了1礼拜，身躯会痛，确诊为幼年型类风湿关节炎，当时甲卫福部申请救济要讨公道，却驳回，认讲这个疫苗甲类风湿关节炎无因果的关系，虽然讲法院判卫福部败诉，卫福部依然坚持上诉。卫生局伫说明书顶面嘛敢讲注射所在有可能会红肿肿，搁较大副作用拢无讲。台湾女子连续指讲，敢讲若出代志，敢会使怪家己的囡仔。不是Bella一个，现在已经有6个，6个人呢都是因为在接种后才被发现说他原来有病。这个事情不会太蹊跷的吗？那我在想说，那 HPV 疫苗干脆当一个诊断的工具算了哈，打下去就知道原来有没有病了。然后立刻把说明书拿回来，我们重新检视，该有的正确讯息揭露是我们的责任。台湾女人连续表示讲，无否定 HPV 疫苗效力，只是应该将这个注射了发生的情形提出来公开，唔通好大人伫烦恼。